有民间团体调查国校到高中的学生，想要知影即卖青少年上要义的议题是啥物，结果发现预防诈骗甲网络假消息排伫咧头名，那第二名是电子烟甲新型毒品。 诈骗案一直发生，假消息也随网络世界传，那大人烦恼网络消息的媒体是图能力。根据国教行动联盟针对国小到高中的学生上要义的问题做的问卷调查，因为即马手机网络事件，青少年接触真侪信息，安怎分辨网络资讯、预防诈骗甲无正确的消息，伫咧10大议题当中排头名。颠倒亲像课业、课纲即寡议题，拢无入去前10名。 考试压力大，课业压力大，会想反映这样的一个关注嘛？这个蛮合理。可是事实上，既然没有所以我们也蛮意外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且反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品质、娱乐，还有像厕所设备。 这些东西还有假讯息，所以显示孩子周遭环境接触的东西，已经越来越有点不一样了。国教行动联盟为去年底到今年1月初，总共收集8743份问卷，除了头名的分辨网络资讯，第2名是加强分辨药物的使用警告，减少对健康的伤害。第3名是希望会当学到正确的互相尊重的性观念，过安怎应对性骚扰。 但是联盟发现，青少年的声音真恶传达到政府，甚至参与规划政策。在座的可能要用公文来提交那个形式，怎么可能？而且更何况是国小跟国中的孩子，所以其实国小跟国中的孩子，基本上他们就会选择放弃，不想要撰写这个儿少报告。另外，校园霸凌议题、进口食品安全把关，还有改善无障碍设施，也拢伫前10名内底。 联盟落尾按说把这份报告整理，提交给地方、中央政府，让青少年的声音加做未来施政的参考。记者龚明秀凯台北报道。